28House 揾樓 App 特約，每日樓市係由28House 揾樓 App 贊助播出。本港經濟逐步復甦，帶動樓市表現向好。來方預料喺內地買家支持、市場資金充裕同埋按息維持喺低水平之下，本港嘅樓價全年或者會升1成。本港樓價連升11個月，物業顧問來方話，受惠內地買家回流本港樓市，新盤供應逐步消化，加上市場資金充裕，按息維持低水平，預計將會支持樓價持續向好。有啲分析話講緊嚟緊利嗰個利率未必話真係下下都即係去到去再向下嘅一個預計水平啦嚇。咁但係我哋自己覺得嗰個需求始終住宅嘅需求仍然喺度嚟，只不過係個市場或者係個即係有機會嘅一啲 potential buyer 對個市場上嘅信心係咪到嚟嚇？好啦，依家見到經濟開始回穩翻少少啦嚇，就算係我唔係去到3%嘅利率呢個水平，去到3點幾咧，其實比起以前咧講緊即係比起去到最高位嘅時候4點幾咧，其實都好咗好多。另外，受專才流入同埋非本地學生增加嘅需求帶動，住宅租務市場嘅供應仍然緊張，預計今年租金將會上升大約5%至8%，有機會再創歷史新高。除咗住宅市道，佢哋亦都睇好商廈前景，租賃需求由銀行同埋金融業支撐。預計港島區整體甲級寫字樓嘅租金今年將會錄得最多半成嘅增幅，其中中環區預計跑贏大市，有機會錄得最多1成2嘅升幅。至於九龍區寫字樓嘅租金，亦相信會逐步見底，預計全年會錄得大約1%至3%嘅跌幅之後，租金將會初步回穩。至於零售物業市場方面，受惠經濟復甦同埋旅遊帶動，預測全年核心街鋪嘅鋪租租金最多升1成，但係中檔同埋社區商場仍然持續受壓，非核心商場嘅租金就預計跌最多半成。發展商積極推盤，會德豐古洞香子路項目預計下個月上載樓書，有望成為下半年首個推售嘅新盤。會德豐旗下古洞香子路項目命名為 Park Silicon， 市場預計將會係屬於港鐵古洞站一帶首個推售嘅住宅盤。集團話項目預計下個星期初上載樓書，定價參考鄰近東西鐵線同埋屯馬線等項目嘅造價。如果大家熟悉嗰區都知道啦，其實好近嘅距離呢，其實已經連接咗成個河套區啦，或者係深圳嘅邊緣區咯嚇。咁變咗其實亦都一方面我哋見到其實我哋過往都收到好多查詢啦，嚟緊價錢嗰方面我哋都會考量翻呢啲因素啦。咁應該我相信都會係一個理想同埋適合嘅價錢咯。項目分兩期發展，合共提供781伙，第一期有457伙，第二期有324伙，主要供應1房至到3房，主打嘅2房佔總供應大約60%，實用面積大約310至到大約600尺，預計喺出年第3季之後陸續落成。至於由東立地產發展位於油麻地嘅單棟項目原社，亦都預告喺最快下季開售。一手市場熱鬧，有市區新盤即將登場。位於油麻地嘅原社，發展商東立地產部署喺第3季推售。另外項目位於灣仔嘅售樓處已經完工，今日開放俾傳媒參觀。項目位於德昌里22號，樓高25層，全盤供應84伙，實用面積由180至674尺。提供開放式至1房以及複式天台戶，主打1房戶型，佔大約70%，不設停車位，地下提供商鋪。項目預計喺2028年4月底落成。歡迎收睇焦點財經，我係盧卓橋。2026陸家嘴論壇喺上海開幕，人民銀行話推多項措施支持中國金融市場高水平對外開放。中證監話支持港股公司到境內上市，
促進兩地市場聯動發展。劉家發報導。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喺2026陸家嘴論壇發表演講時話，為支持中國金融市場高水平對外開放，提出多項措施，包括創設境外央行機構回購工具、回購中國國債、央行票據，便利境外央行人民幣流動性管理。喺上海自貿區開展離岸人民幣外匯交易試點，授權工、農、中、建、交、中信等6間銀行進行離岸人民幣外匯交易，優化公開市場臨時隔夜正逆回購操作機制，並研究設立銀行體系以外流動性支持工具。當債券等市場出現系統性壓力，正常流動性渠道受阻，機構群體性面臨流動性危機，且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時，通過互換方式向非銀機構提供緊急流動性安排。機制的設置將綜合權衡維護金融市場穩定運行和防範金融市場的道德風險。中證監主席吳清就話，新國9條發表2年幾以嚟，社保、保險等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長8成半，淨買入 A 股13000億人民幣。目前 A 股科技板市值佔比超過3成，將引導養老金、保險資金等加大股權投資力度，支持合資格嘅港股上市公司到境內上市，咁促進兩地市場聯動發展，鼓勵外資持牌機構參與基金投資顧問業務，擴大業務試點。有線新聞劉家發報導。港股2連跌，恒生指數收市跌超過100點。恒指輕微高開之後反覆下跌，繼續喺10天線之下，最多跌239點，收市報24,312點，跌181點，成交2,704億，北水淨流出32億。全快手接觸專注亞洲嘅投資公司，為旗下可靈 AI 融資，股價逆市急升超過7%，係最強勢藍籌。其他新經濟股普遍受壓，美團跌1%，阿里巴巴、京東微跌收市。汽車股全線捱沽，理想汽車跌3.7%，係最弱勢藍籌。建滔集團減持建滔積層板，兩隻股份先跌後反彈，收市創新高。其中建滔集團升1%，升1成7。市監總局發布徵求意見稿，規範外賣平台補貼行為。市監總局話，近期外賣平台嘅部分行為損害餐飲經營者、外賣騎手同埋消費者利益，擠壓實體經濟，加劇行業內捲式競爭，將會規範外賣平台嘅補貼行為。外賣平台唔可以長期同埋大額補貼，用嚟排除同埋限制市場競爭，唔可以強制平台內嘅經營者參加補貼活動，或者係承擔補貼成本，不得以低於成本嘅價格銷售商品。會計師行德勤話，美國大型 AI 公司計劃上市，亦都會吸引內地 AI 公司來港上市集資。嗰啲大型 AI 公司嘅資訊更加透明。咁大家會知道佢估值模型啦，知道佢啲商業化嘅進程啦，咁相信嚟講，對於係反而喺我哋亞洲方面，即係包括喺香港好多 AI 公司或者嚟緊嘅上市嘅估值方面嚟講，投資者更加係會有一個確定，究竟估值模型方面比較翻啲龍頭，佢係咪一個合理啦嚇。歐振興又話，即使大型新股 SpaceX 喺美國上市，對本港投資市場冇大影響，甚至近期港股嘅融資金額都有增長。預期香港今年新股集資3000億，喺全球新股市場位列3甲。
首富馬斯克名下 SpaceX 上市3日即超越亞馬遜，成為全球第5大市值股份。黃建尊報導。太空科技同人工智能企業 SpaceX 上市之後嘅股價可以同佢嘅產品火箭相比。SpaceX 上市之後已經連升3個交易日，較上市定價高近50%，星期二收市價超過200美元。以呢個收市價計算 ，SpaceX 超越亞馬遜，成為全球市值第5大企業，市值升至到26,500億美元。如果以星期二嘅盤中高位計算，更加一度超越微軟，短暫成為全球第4大市值公司。散戶對於 SpaceX 亦都非常熱情，有數據顯示喺上市嘅頭2個交易日，散戶買入嘅股份規模等於散戶喺上個星期喺整個美國股市嘅買入規模。納斯達克早前改變規定，容許指數快速加入新上市嘅大型企業，估計 SpaceX 將會喺未來幾個星期就可以加入納斯達克100指數。將會推動追蹤指數嘅基金被動買入股份，預料進一步支持股價。SpaceX 上市之後嘅優秀表現，相信會為可能喺今年上市嘅 AI 企業，包括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提供一定嘅參考，減輕市場難以消化大型新股嘅憂慮。有線新聞黃建春報導。焦點財經講到呢一度，再會。